丽娘。哦，韦大公。哎，嘿嘿嘿嘿，哎，哎，说啊。哦哟，又辣辣哭了。搿戏个么算嘞，我那个么想开一点，侬还有强根嘞。贾玲嫂呢？打茶起来。啊，搿么强根呢？一道起来。好，吃茶哦。贾玲娘。啊。强根今年几岁了？12还是13了？14了。14了。哦，刚是好讨老婆子。讨老婆。家里个官财都玩不出，侬是中保人，可是玩不过侬的呀。这个，我去隔壁官财长，我这个中保人头都隔壁来。不过，咋是西个，人是我个嘛，好想想办法个。还有啥个办法好想的？屋里向是5天5地，好买的。饭都买光了，要么还有这2件铺草哦。贾玲娘，侬真是聪明一世，目懂一时了。侬不为了那媳妇身上打算盘，还有啥个算盘好打呢？贾玲娘，杨林也是100年，侬空里着也请媳妇在身边，大户人家手机少排放，穷人手机为哪点？寡妇在家是寻常事，也没有什么不体面。侬常日过啊包发钱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之间。不是我懵懂少之间，在家寡妇能忍几个钱，我一家生活半靠他，怎能够还要不偿图安天？强林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热情，我倒有个好主见。城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江陵娘要是江陵少肯嫁过去，她愿出彩礼至少80千。80千？是80千。江根讨老婆还了官财钱，至少剩下20千，是婆婆好夫人。原以为寡妇在家不热钱，想不到她肯出彩礼80千。我去请还账好过年，这倒是个好时节。再说侬媳妇上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要回去天，骂掉他回来一房新媳妇，侬还不是还苦老来见。好倒是好，这要是你不肯呢？那我有办法啊！只要侬答应，一切我遵行。通知我姥姥当家到门前，快
捆捆绑绑，十斤胡椒，清清爽爽满街边。胡老个人到底好不好啦？哦哟，胡老这个人，可是当时金丝灯笼做也做不到的，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。哦，那么几时要来带人呢？这等侬一句闲话，明早就来带人。明早？哎呀，这明早太快了，明早那个还来带人啊？夜上门多，越快越好。那么钱呢钱？一岁叫人，一岁叫钱。搿好个，搿一定会定哦。一定会定。看我期待，我期待啊！好个。嘉玲娘啊，侬可千万不要坠入风声哦。我有数个，有数个。搿好，搿我期待啊，我期待啊。好个。最好哦。好，财马家边境高官，女的狮子将我盼。讲你说吗？家里说，魏大嫂，当啥哦？魏大嫂，哦，强哥，哟，像个大人子，新娘子，魏大嫂才能做个媒啊！谢谢。财马家边境高官，女的狮子将我。回来，须是要杀来。娘根啊，娘夜饭已经烧好了哦。娘，好吃夜饭嘞。吃不了。娘，吃夜饭了。方才是不是魏大嫂又来讨棺材钱啊？是个呀，香根啊，债越逼越紧，日节是一年比一年难过，娘实在没办法了啦。刚刚那魏大嫂倒是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啊？想叫那嫂嫂啊嫁出去。嫁出去？娘。亲爹，我家那个胡老六，伊肯出，还了账，还好去侬讨老婆。娘想想啊，倒也是个办法，已经讲好了，明早一早就要来谈了。娘，你怎么想出来的？亲爹，亲爹，你不对呀，嫂嫂她肯去吗？管伊肯不肯了，娘答应了，不肯要去。不肯啊，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啊，侬个小子，侬滚！要是坠来风声，我打死侬啊！哎呦，香根哎，这娘还不是为了侬好吗？记那哥哥还咋记侬讨老婆呀？我不要！侬个小子啊！我正坠了风声，我真打死你！进去，娘，进去。媳妇啊，侬门关关好哦。哦。
商量你明日就抢上桥。我怎么过？你叫苦命是何真知道一点鸳鸯与世长，我乃是夫妻无娘无依靠。祥林啊，祥林啊，哎呀祥林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上山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今日终于条，才有是你年轻夺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房这指望，佛是婆婆能到老，那婆婆嘛我能受，见我害人我能熬，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，看那张家媳妇离家少，与我一本扶照耀，谁都是白头无奈离婚家呀，恰被人人造逆风到今朝。把婆婆跟在劝告，劝公婆你决定不瞒我，情愿做女做马，千金重担一人挑啊。那婆婆这年婆媳情，她真正将我去卖掉。婆婆她为妾在此一听，终究还是识破了这件一肚牢啊！我做事一向乱子马。坐等明天是晨到，现在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时了。好多多，我为什么要去死你？我不可以打吗？对，我可以打。哎呀，你快打，你快打啊！
来，个噶许多赏物，驴马，那大厅客堂相望，一点都没动过啊！个细屋头，一尊杯谁推烂，吹掉了几个烂镜，谁会好嘞？太太，今年不过端公是忙不过来个，个杀鸡在我知府里，个侬晓得我是吃素个。是啊，过端公嘛总是淘气，个多名的为老婆子啦，没事体嘛来得个起劲，推行的人嘛，连个银子也不见来。呀，叫我几个同学，我家火带我拿火炮去。我的端公过不着，年都下不成来，往嘛啥个火炮，快走开，快走开。等我自己去买哦。哎呦，哦，多气多气。老公啊，侬回来啦？张睡得怎样？只有半步逃生啊，只有半步。哎，这世道变了啦，人心啊话在。太太，老爷呢？正与高老夫子谈天呢，你先去吃饭去吧。哦，太太，韦老母子来了。哦。贾林嫂来，见过四太太，侬还想不来呀？太太，我是听不得人呀，所以我不过来。杨哥，见过四太太。见过四太太，太太，他是为家山中人，么是我娘家亲儿下里。今年春节丈夫死啊，留下了婆婆小叔扎一生。他愿意出来做帮工，出席生活样样能。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侬太太可曾经啊！我有心将她来想。可惜他富不上，老爷说来多机会，还得与他去商量。哦，真是世风日下，诚心不顾。真是世风日下，诚心不顾啊！抗两边法已荒唐，明道知道更人猖狂。给官司变法
家里，非法不理，当上下准备先不顾，鸿蒙之偏一旁。我今日侍奉设下上风光，道德人王论纲常。所以大都对曹家信物迅捷上吊，我不但自愿替他写这一篇墓志铭，还特别声明不收钱。是啊，所以少老太爷的命小弟前来向四老爷当面致下。我还把我们以封锁18节征文的题目叫做节字引，特别表彰。古人云：我是知晓，实皆是他。这无非是挽救侍奉诚信罢了。哪里！侍奉此举不是小弟当面公理，真乃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啊！哪里？这可惜小弟今日送几声，不能长宁高人，这改日再来请教喽。老夫子既然贵忙，不便强留。告辞，留步哦。留步啊！老爷，为老夫子来，见过四老爷。像你说，见过四老爷，伊是为老夫子娘家的精灵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啊。屋里还有哺乳与小叔，因为穷，请娘出来帮佣。我看生还老实，老爷，侬快可好？是。哎呀，你呀3辈里用人难啊！双儿，先试试看再说。老孔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收了8.5道人。可陈年在账房里呀。为老夫子啊，这么娘姨先死3天，规矩照旧。好过，我下是太太，像你说啊，下是太太，下个是太太，像你说啊，跟侬在此地好好做，我过3天再来啊。回伯伯，真是谢谢你了啊！不用客气，谢谢你了，不用客气，谢谢你了。这个呀。杨林上一起征故乡，曲子全都本城唱得愉快愉自豪，他一把一笔笑。东南西北去这边，去东寻找到春天，可怕多少孩子办个得命个寡妇中心不见。我这到寡妇抬进山里去，一桩事情可过几年。江陵娘完了账，我老拉下了监，我老罗与老母还可再然几步下面天，谁知天不从人愿。
个才惜花人也，还是再起心，还是再起心，嘿。巧音压岁年，一人生财富裕林，万一无法有贵贱，太娘玩得步步上，送着老来也欢颜。寡妇犯不罢，抱来我个下，这个夺命寡妇到今朝还有性子了。哎，这到啥个地方去了呢？大水个冬天马上就要落空灾。后方的一个女人，手里堵着个道路，好像是蒋林烧马。是蒋林烧，是蒋林烧。原来才入无家，去。结果死老呀死太太，结果死老呀死太太，死老呀死太太，这个就是蒋林烧个婆婆了。依我理想，还是我自家去讲。哎呀，这话是很难出口了。死老呀死太太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老爷太太用我家，老太婆有桩事情要商量。我媳妇能在府上住，正好比是一步登天堂。就只为家计平安陈算少，开城以来是农事啊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把老爷太太多原谅。只有王子与根，我这病中包把话讲。哎呦，他做好事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媳妇，哎呀，媳妇，媳妇啊，你的心事
娘的苦楚你也知情，春来农忙是陈手上，我特来接你回家门。娘，我在此地做每个月有500万工钱，节少增多也好叫你拿去还债，我不回去。是啊，他虽说没有那个卖身份，道理总要讲讲清，哪里有来就来去就去，何况月总把人像您说啊，弄烧饭起来。媳妇，娘，把我这几个月的工钱先拿去家用吧。啊，媳妇，哎呦，太太，侬千万不要生气哦，我啦也是没办法了，家里穷下临死，老爹老来是小弟小啊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叫我那个。好了，阔阔地一点，生活体脱。老寇，把向林少的工钱算出来。哎呀，老爷，侬，哎呀，既然他不要他委屈嘛，就是要委屈嘛，还应该做到月底，这是规矩嘛。哎呦，老爷太太，那真是福大良大的啦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那今朝看得起俺媳妇们过了忙头，我再叫伊来帮忙，这是要做到月底嘛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那哪是大人家啦？人虽多，不吃过饱人的，俺小妇人家啦是要靠伊吃的啦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顶好嘛，今朝就让我领伊回去。噶便当嘞，老爷，明朝还要过节呢。好，请到月底。啊，哎呀，老爷，讲的好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方才我算了一算，一共是1250文，向林少他上吃钱用1文都没有花。那就他。哎呦，这叫我这，哎呦，老爷太太，那真是快哦，善良的啦，我醉了呀，啊，醉了，哦。哎呦，老爷太太，哎呀，夏丽娘，我醉了呀，醉了。哦。算儿。老大，那我就想弄啊，这个我弄，那跟一进去就发出来再弄，成功发对嘞，会不会漏风啊？家不为过，家里娘还是老看哦，俺放心好了。老大，再发出来，今朝要没不去晒嘞。哦哟，俺哪放心好了，这种事情我老大经受得多嘞，这他是真，不他你结果，俺放心，去，等些。哦，家里娘，那个我已经搞好了。哦，要到月底了。啥？要到月底啊？哦哟，我真是老带来是场新西门子。不是我挂侬个老太婆，侬真是越老越糊涂。上
上次是侬看风不进唱了我，搿桩今日一拖肚子3月多，我家等着我姥姥，害得我搿只丁牙雨伞不晓得跑出多少冤枉个路。今朝侬媳妇在侬眼面前，刚好个机会会放过，还为得应到月底。侬分明通风报信差不多，叫侬媳妇再逃走，侬忍心同我来自由难过。我来子，我只好同侬打断掉，我家就来带侬老太婆。侬啊不要埋怨我为这逃命婆娘有苦无处诉，老爷太太不答应，我总不好气硬拖，我是连靠大小都做过，现在要看侬老衲去大夫。刚好人不成功就动武，一切事情交给我。哎呀，不来三个，跟鲁四老爷门口是不好为老爷，我都没有三个，我晓得好嘞，侬就当不晓得好了，想里想去的啦。强林嫂，阿虎，嘿嘿。侬啦真会得做人啦，老今朝终算成家嘞。侬是又做嫂了又当娘，不容易哦，良心好哦。三叔伯，那是我长得好了，还不得出来三叔伯的福呀？喏，搿几只头上几代啦，不顺数个，一眼眼心意啊。真在乎，
究竟他哥最好啊！哦，就是他过来了哟。老杜问呀，好多来噻。哎，老罗还没有回来呀？那老罗呢？老了当哪去的？哦，当然，哎呀，今朝是收个日节了，这真是年纪轻不懂事，做好人么是天说呢，还去当说个人呢？呀，是去当古酒小菜的哦。哦，哎呀，这日节啦过得真快了。老陆的还做好人嘛，为了眼面前，想不到今朝老陆还成亲的啊！究竟他哥，但是老罗啊，今朝你做我一下，我还去当哪？哎呀，老陆们是去当古酒小菜的哦啊！哎呀，到底年纪轻了，还怕难为情嘞。老陆是老实个哦。侪一样哦，老陆我家成亲的辰光啦，还是人啊幸福着个啦。您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有一个人。好，那早点起来，那早点起来啊！好。哎呦，新娘子，快来！啊，新娘子，快来！哦哟，你婚都出家么做自家的啦？啊哈哈哈！快，扶好嘞！老罗，你来了。我叫了你多年为大嫂，你欺负我寡妇，你是要先知先生的呀。哦哟，老罗有啥不好了？比那奖励不晓得要好多少倍嘞！来，霸道！八达。哎，好呀，一点点比我大，不要紧我。好哥，来，让读书人家帮过公我，终究两样的啦。哎呀，三个，哎，老了，这咋办办呢？哦哟，不要紧个啊！哎，门一关，明早天一亮，就会好过。哦，老酒准备好了。哦，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吃酒去。大家喝杯酒吧。哎，好，去。老杜啊，不要忘记，那老陆当个山鸡炒一炒啊。老罗啊，他醒过来，好好劝他啊。哦，老了。老。
点啥吧？不要你管，讲道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是睡得上吗？不要你管，你不能这样，天黑了，外面是有夜车的。不要你管，讲道。会不会去寻死？哎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。放不下来，讲道，放不下来，讲道。说你的气大，讲道配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你不能害我。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，倒也不去杀他。你要去徇私灭我，闹出一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你要到哪里去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嘿，你叫我说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认识你？讲道配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。都是为老了呀，为什么事先都不讲好？你们为不讲好，你们好好起来抢我，为不讲好，讲道，让我委屈。哎呀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老了今年换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，我才是正当三亚的粗汉，将兄霸道我不为主。讲道配，我老了从小我母上工，也靠兄嫂来抚养我，不知为少的福财难耕种，我只得深山人儿当老虎。常言道，男子30人家里，因此上我拜托老拉妹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配夫妇有日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王花闺女多多少，你寻着我苦命寡妇巧为呀哦。老拉做事他苦，直到今日我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家山里老，有一位寡妇到不出，他是你受尽家钱慎重哎，十人困酒酒在磨，家贫夫妻难守寡，你是妓女的家丈夫。我自己愿意夺命个辣子。他万是一位强的万丈夫，二位小说讨媳妇，我花去3里80钱，想来千万不算数。80钱是80钱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不做贼，你讨我
大雨大，三千水，冰天地地把拉回。那我是自己讨一冬，一冬能记多少回？这天官子心说官子天，平平切切切落来。官子是红把花做成上台，杜老罗是张欢喜放腾飞，这天心说花成灰，今生等我想再把希望开，我是去提本万千大，万佛得一个江涛配。听他一番心酸话，到江欲去也难徐先生去妻子平常，那穷人不解情难留，他把这切切比用多少虚红许我恨心人得了我的满身心，陪老他留下了一身恨，我恨来自冤婆婆，应该搬家老罗来还，只见他一时傲慢，他一时回头一望，把了眉，倒叫我要是我能死心啊，贵妇家规要把你主人呐，要陪与不颠沛，这真是最难忍，我与你在今黑亮难忍，我好命苦，我好命苦。
们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兄们身体倒是要紧的，你还点啥吧？那么，你的渣是何玩玩呢？渣？哦，哎，渣不要紧啊，只要我们不怕吃苦，渣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祥林扫空何劳碌，心地脆良人不错，只要上访勤劳做，不计敌人。
阿妈，坐下来一起不谈，因为妈妈煮的，请你吃啊。妈妈，我要的什么的？芦花呢？什么楼？山呢？路什么山？坡一山，什么坡？坡的坡，什么府？上有府，什么上？一府上，什么鱼？字母一，什么字？什花字，什么八？橘子吧，什么菊？老娘家。哦，老娘亲，老娘亲。阿嬷娘哎，阿嬷娘，阿嬷娘，阿嬷娘。姥姥，你怎么了？弟弟，哎呀，怎么啦，弟弟？阿嬷娘，姥姥的伤儿真刚好，我让那好娘一起当了人，也算是当着了，可以死去，还昏倒在山沟里了，要好好的养养喽。谢谢你们了啊！那我们走谢了啊。谢你们啊！我们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啦！姥姥啊，你怎么样了啊？没有什么，你看我不是又好了吗？阿毛，你看弟弟当了只狼。弟弟阿没哭。哦，阿毛不怕，阿毛不怕，这是这死了，狼吃人，我们就剥他的皮。咦，怎么成天也会有狼啊？怎么没有？都在山里烧困见就是了。啊，这是这小了，大母狼就到走了。阿毛娘，今天当道的野人，上个月的利钱可以抵掉了。大伯刚刚来过，老爹王又来要炸了。弟弟，阿毛爹，你怎么啦？啊？没有什么，我歇一会就会好的。那你歇一歇，我去烧锅菜头做，请你吃我啊。吃不下，刚才出去的时候已经吃过点冷饭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上回真刚好，怎么能吃冷的呢？我去烧锅热的，请你饿饿肚。阿妈，来。阿妈啊，娘弟歇一歇，你到门口不头去，因为妈妈做头，请你吃啊。啊，哎，可不要走远了啊。阿妈，来。香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万一是妈妈煮。哦，妈妈煮，妈妈煮，阿毛来。阿毛啊，你玩怕不怕狼啊？阿妈不怕。好，不怕。阿毛，手着不留地，要去歇一会啊。弟弟下郎，弟弟下郎。阿毛乖，到门口去拨头，弟弟要歇一会。去。啊。妈妈，我要的什么的？芦花呢？什么芦？
老罗怎么又昏倒在山沟里了？大爸，老罗上完佛法痛得厉害你。老罗怎么样啊？大哥啊，我腹痛之脚，看来是不为好了。老罗，小婷，有意拜托。天你情兄长。
一起拜托你兄长老奴，阿毛爷，你在这些做什么？你在这些做什么？老奴，阿毛子胡家国族，胡家根，是我老大亲儿郎。你集中修身混对娃，自古今人有天相，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一天不有长发香。老爸说的对，你会好起来，你会好起来的啊！阿毛娘，阿毛娘。到我家5年长，5年光景我不理你3层老楼到火多送早操劳到夜晒岗，我一并来你上肩容，你是苦送报得是俺家。是指望贫贱夫妻同到老，也在此本土将你披旁。娘。
娘，好夫娘。阿毛娘，不要，我是来大宝为照顾你们的。快去叫阿毛进来，这大宝看对。阿毛，阿毛，阿毛，姥姥，姥姥，阿毛不见了你。大郎，不用了。阿毛是我心根子啊。
门内子子也忘掉，设置早给挑选好，为什么传儿读一定要等临堂教？侬又没空过，再不定设置啊，连念都想不成嘞。为啥不早点教教好呢？王为教得神啊！每年为那短命的短工道歉，我想来想去啊，我是想这个祥林嫂。祥林嫂，你口口闭口总是祥林嫂。你不要以为祥林嫂那一个长工记得了，他自从家到父家，这是住得到很好，问生下一个孩子，要他再来玩盘不到。好了，老祖，他老公叫一个短工来。老公，王为教得神啊！一年到夜只忙人家的事体，自家屋里的事体一点都不过瘾的啦。老公啊，老公，太太，老公啊，侬去雇个短工来哦。太太，这几天雇短工，工钱恐怕要高一些了。你呀，三边里有啥个办法呢？高就高一点吧。太太，韦老夫子来了。哦，后面好像还跟着祥林嫂。祥林嫂，祥林嫂来。祥
不见侬老得多了嘛？哎呀，侬有大谁的笑啊？太太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！自从嫁到山里远，如今顾得到人缘，才知道丈夫得了伤婚事，阿毛预备浪苦走。阿毛，孤苦伶仃无依靠，房屋预备大不算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难渡直拉，外望太太来守。昨夜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我但知道下3天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我拿了一只小篮子，盛了一篮头，叫我那阿毛坐在门口拨头。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他句句听。阿毛出去了，当我要寻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。我这样我就到处寻。见到我那阿毛的一只小娃子，我怕我那阿毛被狼吃掉了。姑说呀，只见阿毛躺在草库里，他肚子里的腹肠都被狼吃空了，小手还紧紧地捏着一只小篮子。前世作孽。是呀，太太，跟我想夫上啊总是要用人的呀，这上手嘛不是说手。再讲现在无牵无挂一个人，好安稳稳的做起来。太太，侬就做好事吧。好吧，不过祥林嫂啊，侬在我这里住，可不能哭哭啼啼的。老爷是最万气的。对嘛？把祥林嫂的包裹拿到后房去。好的，好的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师太太，多谢太太。祥林嫂啊，跟侬好好做哦。为老婆婆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。他就出去了。当我要寻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。我这样我就寻。祥林嫂，侬米打好了没有？啊，米？哎呀，我还没有捣米。祥林嫂，祥林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到处寻到山坳里，只见到了我那阿毛的一只小娃子。阿毛娘，那阿毛呢？只见阿毛躺在草库里，他肚子里的腹肠都被狼吃空了，小手还紧紧地捏着一只小篮子。祝你了。都讲
完了，我还有听过嘞。贾玲嫂啊，侬再讲一遍。侬再讲一遍，我还想听你一遍，你再讲一遍哦。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哎呀，贾玲嫂，侬不要再讲了，太太已经发脾气了，一天到夜我真笨，我真傻，我真笨。今朝的故事倒是蛮好听的，明朝我就吃惊的娘一道来听。阿牛啊，这么晚了，还没去困觉去？阿花，去叫阿贵来。现在只有吃饭的人，没做事的人，明朝祝福，比实际在我的人多么嘞？哦，太太，实际在我会个呀。侬，去叫来呀。哦。千万
况啦？你倒也会这么小用了？下些天夜宿在山坳里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虽不知道春天，哎呀，杨林说啊，梦雨来了。啊？哦，啥？哦。刘妈，我会吃呀。杨林说，侬做了两次寡妇，搿上都是不管不灵，搿些东西，太太是不让侬放的你。哎，杨林说。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时候长起的吗？啊，疤？哦，向林说，我得侬想想，侬实在是不合算啊。向林说，侬实在。侬说心肠是多关啊情，如今是留下一块伤疤痕，倒被人家当瓦兵。再说你第二个上司。上面更是一件大人命，将来你走进夫妻那两个，如果我人还要把你跟对吗？到那时你出也难。哎呀，语也难，那阎王只好把你一举两分分。刘妈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当然真的了。侬不相信，我拿肉来包抄给你看。这当边不是瓦当吗？是你的我关关小鬼。哪个字吗？哎呀，刘妈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个，但不能做得到你。哎呀，刘妈，
好办法，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哎呀，祥林嫂，你还是去到珍惜土地阿庙，去捐到门槛做替身，让千人家来万人夸，说了你这一生大财命那门呗。女妈，哎，阿婆啊，女妈，那得擦好了没有？哦，擦好了，擦好了哦。擦好了，拿到大厅去，把作业提起理理出来。哦，好个，好个。那老爷他我更怕见，把我当作眼中钉，既是不许我装手，杀气在我我份啊！方才流马一番话，原来我才人
听侬个才艺啦，倒是蛮重的。哦，
不过侬要叫门槛嘛，侬哪个叫得起呢？哎呀，表子爸爸，那捐掉门槛到底要多少钱啦？总要20千。20千？哎。哎呀，那我怎么捐得出来呢？本来嘛，侬哪个捐得出来呢？哎呀，苗子爸爸，苗子爸爸，那你总要做做好事个呀！苗子爸爸，我每个月的工钱只有500文的呀。说500文？哎，那侬诚心要捐了？是啊。再让我核算核算。哦。人工没了70，至少还要12千。12千？侬每月工钱500文，组织2年嘛，至少还有12千啦。2年？哎呀，12千是最少了，最少侬就是不诚心。哦。不诚心，侬就是捐出来了，还不领的啦。哦。真是阿弥陀佛个啦，就是把人害死个啦。捐好了，捐好了，捐好了，门开一条，门槛捐好的，流氓阿虎，我门槛捐好了呀。苗子的正月初三去通风，元宵弟弟包煮好。三子了不节气，于是他破一塔高。自从他你都转不进，13雨林拦不掉。从今儿让天人大万人夸，我的才女好过掉，好过掉。好个好个，宋金儿，你可以讲。你们有空的时候啊，也帮我去搭一搭。好个好个，快拿！哎呀，阿婆啊，搭一搭。
上府里。我好拿了呀！哎呀，我快端过来！哎呀，太太，我捐过了呀！什么捐过了？老爷，我门槛捐过了呀！什么门槛不门槛？老爷，我的财已经赎过了呀！赎财？你还想赎财？不祥之人，伤风罢手，一生一世也赎不了谁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哎呀，话快去我哟！祥林说啊，听说是3个年纪，3个年纪，侬，哎呦，万物他多讲些什么？叫他滚！老孔，把他的贡献算出来。流氓，我不顾。照官照顾你。这样伤风罢手的贱太留不得。不把我一时心愿困他可怜，谁知道因为变成各种各样的样子啦。老爷，贡献他全部拿走了，只剩下几十文零头。那就他，叫他滚！一副谬种。老爷，帮我进去哦，做佛做佛哦，做佛。几
不要怪我，我是笨啊，我是傻呀。我单知道下些天，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老龙，你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啊！谁知道啊，沧海再去，老老的命啊，阿毛遇到我老爷，撇下我无依无靠无爹地。那大把也失去哦娘亲，没奈我我儿子从把路经啊，这就得面受起我多才年，生我两次寡妇陪你同，老爷他见我面，我为了坐在去绝门啊看，花去无辜眼神儿见，曾知道天大的财你多苦索啦，却为我的财你成就没有亲本的，哎呀亲本的啊！我要告诉去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